張小姐，張小姐，到你入醫生房啦。唔好意思啊，醫師。頭先姑娘叫咗你幾次先反應到精神麻麻地喎，係咪瞓得唔好啊？哇，你點知㗎？我呢排咧成日都捱夜，跟住咧精神緊張，瞓一陣咧又會扎醒喎。最緊要啊係影響埋第二日嘅工作效率，有咩辦法啊？嗱，經常捱夜咧係會打亂生理時鐘，耗損咗身體嘅能量，而有虛火，導致陰陽失衡，影響瞓覺嘅質素，自然影響埋日間嘅工作表現。咁我哋瞓覺之前咧，可以用暖水浸腳15分鐘，可以改善氣血循環，暢通全身經絡。然後咧，我哋可以按壓腳底上面嘅湧泉穴，按壓3至5分鐘，至到微微酸脹嘅感覺，可以滋陰降火，將上半身嘅火氣引導下行，恢復陰陽平衡嘅狀態，自然冇咁易扎醒。除咗浸腳同埋按壓湧泉穴位以外，配合紫靈芝作保健，效果會更加好。紫靈芝性味平和，平補五臟之陰，可以舒緩精神緊張。配合赤芝同孢子，提升睡眠質素，減少容易醒嘅問題。